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有变形金刚。对，然后还可以体验那个船员、船长的房间。鲨鱼飞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造型比较特别，因为我觉得它长得蛮酷炫的，而且我觉得是那个小朋友很喜欢那个飞机的一个样态，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我觉得很热，很漂亮，很壮观。对，布置的不错啊，感觉很新奇，有很多的那个机器人。那在以前那年代，以这种战力来讲，是很先进的一个武器啦，很好啊，对啊。有陆海空3样的战将的机型在这边哈，那我相信这个一定会带动暑假期间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好好来实际来操作或实际来走访。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全台的军事迷快看过来，台南又有新的退役军备加入军事地图喽。S2T 反潜机，俗称鲨鱼机，曾于1994年与1998年侦获不明舰体，对台海周边海域的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有了 S2T 反潜机的加入，现在只要到安平德阳舰园区，就可以一次看到陆海空3个领域的退役军备哦。你也可以透过台南市政府关旅局所推出的军事地图，解读台南的军事史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德阳舰园区来主持台南军史地图以及这个我背后的这个鲨鱼机的这个节目哦，非常的感谢我们屏东基地能够把刚刚退役的鲨鱼机，然后第1台就给台南，然后感谢亚航能够帮忙这个运送、帮忙拆解、帮忙组装、帮忙上漆上色。这个 S2T 鲨鱼机是全世界非常少数具有鲨鱼涂装的 S2T， 所以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在台海执行过非常多的任务。今天我们也把执行任务的飞行官也找来了哈，就是飞这一架的飞行官李上校，他们对于防卫台海空域空防以及反潜有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今天退役功成身退，来到台南德阳舰园区，我们展开双臂大大的欢迎他们。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这一睹鲨鱼机风采，还有看看我们已经超过70年历史的这个 M5。这个战车和 M8 自走炮，所以还有德阳舰，就是陆海空3军都有在我们的德阳舰营区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看，值得一看。不管是不是军事迷，或者是只是来打卡，我们都很欢迎各位。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24日中港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的全运会圆满结束，台南市代表队摕下98面奖牌，嘛是县市合并以来上好的成绩。其中有7位选手拍破大会纪录。对此，市长吴伟铁上午特别接待优秀的选手甲教练，献上奖金表达肯定。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日前顺利来结束。台南市的代表队摕下98面的奖牌，是县市合并以来上好的成绩。其中游泳、举重、竞速滑轮拢有真好的表现。为了感谢选手的努力，市长委托24号特别接见选手甲教练。市长强调，只要选手有好的表现，市府一定会准备奖金来鼓励选手。我们台南市参加全中运的凯旋队伍，其中有我们5位，包括2位游泳。2位举重，还有1位竞速滑轮，通通都是凭大会纪录、破大会纪录、创新高的一个佳绩。总计台南市这次全中运总共获得了98面奖牌，2年前去年是90面，那所以说在奖牌数已经创新高，也是县市合并以来的最新高。那证明了选手的努力、教练的谆教诲以及耐心指导，有收到成效。我们将以这个成果来跟市民朋友报告，也将会更加努力，来创造更好的佳绩。
其实台南市我们不怕发奖金啊，就怕没奖牌，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在奖金上，即使财政比较不宽裕，但是也要努力来颁发奖金给最优秀的选手跟最优秀的教练，啊，这点是我们可以跟所有参赛的选手跟市民朋友们报告的。那谢谢各位为台南市争光啊，因为破大会纪录的关系，也不仅是台南之光，也是台湾之光。谢谢这些选手，谢谢这些教练。即届台南的选手会使得到优秀的成绩，除了选手的坚持努力、甲厝邻人的支持以外，更加要感谢教练的付出，对着会使指导选手伫比赛当中提出好的表现。市长王伟特也表达感谢甲肯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由安平区公所甲台南市万寿旅球协会所举办的安平剑赛杯星光社区棒球比赛，今年已经第5档。每一档伫区中的创意、对赛程安排、甲组找剑赛活动，拢互选手相当期待。而今年双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嘛加入赞助行列，要邀请所有选手来看电影，对5路当中教因团结向目标打拼的精神。2020第5届安平剑士杯星光社区棒球邀请赛正式开始。伫民政局长严正标、安平区长赖清竹、甲赞助单位有线电视总经理徐文奎等贵宾的象征性打击，嘛宣告第5届剑赛杯星光社区棒球比赛将正式开始。当然，依着一份行销安平剑赛、推广在地文化的心，安平区公所结合台南市万寿旅球协会持续办棒球比赛，除了到是有北中南18支队伍车拼。公司会安排设安平走风剑赛等系列活动，而且今年除了奖杯会当当作册价造型特殊，也增加看电影加快闪刺激，相当难能可贵。我们今年最大的2个亮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也感谢三冠王徐总经理这边的赞助，他要让我们小朋友来看棒球，通过棒球让小朋友可以更加学习，怎么样？除了打棒球，一定会有输跟赢，然后怎么样去可以有承受输的压力，怎么样来勇往直前？那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快闪市集。那因为我们的棒球的比赛场地是在文中66A， 在那个国平路跟府平路那边，那里其实店家不是很多。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在地的店家愿意这样的支持。那我们今年先小试的水温一下，我们邀请了10个店家，会在那边做一个快闪市集的一个活动。配合这个活动吼，我拢办啊非常的欢喜，因为会当甲在地安平的特色，透过着大家喜意的棒球，拢会当发展出来。当然，就因为每一档拢办甲有声有色，嘛，互侪企业甲店家纷纷热心相挺，设立单位，互外县市选手会当接触品尝台南在地美食，欣赏特色的商店，甲侪剑赛文化创意。其中，双主青三广有线电视嘛以在地企业回馈精神，举办看电影。伫5路当中，教育选手团队合作的精神。阮三广双主青有线电视是地方的媒体，所以对这个咱的地方公益我拢真重视啦所以伫遮我真欢喜，今仔有伫遮来参加这个活动，嘛伫遮祝咱遮的年轻朋友拢有真好的表现。重点享受这个比赛，享受这3天的活动。7月31号开始到8月2号，分别伫安平、文中、66、文秀15以及台南海事棒球场所举办的剑赛杯棒球比赛，嘛欢迎市民到时做伙替选手加油打气。台湾新闻郭文吉、张硕伟采访报道。在当前专业文教基金会伫暑假期间，就开始针对小学生办公报营，邀请第一线记者、驻深的公报员甲专业的讲师来授课。而今年营队嘛特别锁定判断假消息，互学生透过趣味方式来解读新闻。为期4天课程，互学生有满满收获。
来自淡市甲部分外县市40位国小3年到6年学生，正专心听出讲师疑问，提醒大家面对各种消息，一定要有警觉来判断查证，了解真假。同时嘛，要结合真人版的大富翁，伫游戏当中来学习。这个是今年准夜儿童广播营当中真重要的传达的课程。当然，讲到广播，一定要伫播音室来学习录音，体验声音的表情甲讲话技巧，拢互学生收获满满。一些比较有趣或比较印象深刻的东西。在音效的部分吧，因为就是可以去做出那个声音，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还就是学到怎么模仿它。然后你不止还有讲，你也可以去学他的东西，分辨真假新闻，然后口齿要念得清楚，这样子传达出去才不会别人听不懂。很有收获，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到新闻怪怪的，你要先去查清楚。我学到了芒果有黑点是可以吃的，然后口香糖可以捏成针状，然后直接戳破水果，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能来上这个儿童广播也是让我非常的开心。对2004年开始，专业文教基金会一到暑假拢会举办夏令营，丰富趣味的课程，受到家长的支持，所以纷纷鼓励学生参加。为学生已经是连续2-3档拢报名参加。今年嘛，希望打击假消息，借此培育媒体小小尖兵。我们这4天的儿童广播营呢，我们主要是说希望可以带领小朋友就是认识我们的广播，然后学习口播的技巧，然后学习我们广播节目的一些主持技巧。那我们也安排了相关的媒体识读的课程，包括今天的生活留言的课程呢，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小朋友在课程中他们可以了解到一些网络的谣言，然后在未来他们如果说遇到了不确定的讯息的时候呢，他们可以遵循的警觉、查实、证明的3个步骤，然后去了解整个讯息的来源性与真实性，这样。胜利电台儿童广播营赞不赞？电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中政府发放3倍券，真侪地方政府嘛拢推出野外活动，要来吸引民众消费。其中，咱台南的5子电科大奖，伫短短9天就突破上亿的消费额定律。市长吴伟霆除了感谢民众支持，嘛强调无排除搁再加码，持续带动台南的观光甲经济。最近上热门的话题，相信就是中央政府所发放的3倍券，不管是一般的店家，或者是地方政府，拢推出各种的加码活动，要吸引民众来消费。其中，台南市政府所推出的5子登科，因为将会送出厝甲车，所以吸引了侪民众来台南消费。伫短短9天，消费登录的金额就突破了1亿。对此，市长王伟霆表示，欢迎民众来到台南消费，同时市府也会考虑加码奖项，持续来带动台南的观光甲经济。从7月15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个多礼拜，大概10天的时间。今天是7月24号，将近10天的时间，已经登录的发票金额已经破1亿了。如果在一定时间内突破去年的消费金额，我们还要加码，会想到加码。至于加码是往上加码还是往下加码？往上加码是说把这个头奖的这个部分再往上堆叠，往下加码是增加一些普奖，增加大家中奖的几率。是往上加往下加，我可能还要再请经发局再设计一下。总之，到目前为止9天的消费登录金额已经破亿，那未来我们要到年底，所以可见这个荣景是可期的，因为消费热季才刚开始而已。针对其他地区的旅游景点出现爆满，或者是业者起价的状况，市长也表示将会强力来监督台南的状况，避免游客的权益来受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事实上爆量产生2个结果：第一个，旅游品质大幅下降；第二，商家借机哄抬。我想这2个因素在台南都不容许发生。如果商家有借机哄抬，包括住宿费用，包括商品价格，我们一定要求消保官严加查，而且立即公布。如果有这个造成这个旅游品质下降，包括
器材设备损坏，包括这个旅馆这个清洁整洁度有问题，我们也立刻要求环境以及这个卫生相关的单位严加查，该罚就罚，该打就打。我们这部分绝对不手软，因为我们不容许老鼠屎坏了这锅粥。即届五子登科的活动是凭着发票或者是序号来进行登录，对奖的时阵要摕发票的正本。市长也呼吁大家要把发票收好。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来爱读册节目。但是今年第1期筹作已经收挂完成，其中10号月光新美上市，市府特别伫后壁举办促销，邀请在地乡亲甲政寮各些师生做伙来食挂稻仔饭。市长王伟霆表示，上市的米陆续上市，欢迎民众提3杯羹来购买。活动一开始由地方基路文林伯看到老牛，市长嘛坐上牛车载满新上市的台南10号良吉米，并且有政寮各些小朋友伫边仔广告护送。同时，市长嘛甲所有贵宾变装伫斗笠担起挂稻仔饭进场，要互大家做伙响应，场面相当热烈。市长表示，市府一定会全力将台南的好米送向主流市场。嘛要将挂稻仔饭的民俗甲古早味传承，欢迎民众提3杯羹来开，保证有价值。大家知道后壁最有名的就是月光米，趁着这个时候来品尝月光米，然后来这个怀旧一下过去的这个割稻饭。其实月光米的意思就是每个月把钱花光光，而且你的3倍券都把它花光了。那来买我们的月光米，绝对保证值回票价。那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这个割稻饭的活动，这种民俗传统，而且浓浓的人情味，能够一棒接一棒的传下去，一代接一代的延续下去。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到后壁，希望说江南平原的米仓，我们后壁最好的月光米，能够呈现给大家。会中台南农界长嘛表示，台南月光米的特色就是口感软 Q 在北，黏黏当中各有甜味，是做素食的第一选择。同时，农局嘛强调，今年稻米丰收，新鲜的好米陆续上市，市府将配合产业文化活动持续推广。台南新闻管及张硕维采访报道。虽然青少年患心律不整的机会也是少数，不过吉米中医部表示，一旦有心跳加速、胸坎杂杂等镜头被当疏忽，因为可能会随着年纪变较严重，所以建议会当透过中医药的调理来改善。因目前超过500个案例，6成以上拢会当稳定控制。一般常听医生所讲的心脏隔一条电线，就是传导过程速度，也是以下名词 WPW 症候群。吉米中医部部长表示，这款的病症是儿科上常看到的心律不整之一，可能无任何镜头，嘛有可能随着年纪增加，突然间胸坎杂杂、变重肝，甚至严重到昏倒，袂当疏忽。它有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还是只有很轻微的症状，就像这位苏小弟一样，他在发生的大概六年之前，其实就有轻微的胸闷心悸，但是因为不影响生活作息，也没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也没有吃药，那也没有看医生，他是一直到他14岁的时候严重的发作，去找医师做心电图才确认这个疾病的。
当然，面对心律不整，徛伫西医的角度，就是先以迷走神经刺激术来处理，过来才是药物治疗。毋过若拢无法度控制，亲像一位国小5年学生，才放弃最后一部电烧，你是用中医药来调理。结果5个月后，已经会当恢复正常的运动，而且无搁再发作。西医它在控制这部分做得很好，比如像你电烧，那有70%的成功率。那这个对很多病人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稳定的作用。那所以我想这个还是尊重病人的选择。如果他觉得吃西药有稳定，那当然就不需要再吃中药。电烧能够好，那就不需要再吃中药。如果这些还是没有办法稳定下来，那我们会建议你早点吃中药。根据今日中医部特别门诊的统计，类似个案已经超过500案例，有6成以上会当稳定控制。台南新闻阮志玲跟采访报道。一名28岁女性因为月经来了无正常，本来无感觉安那，后来是因为性行为以后流血无停，才来看医生。结果连生代妇产科医生拢感觉奇怪的是，这名女性根本无子宫卵巢，应该是没有月经，嘛证实伊是罕见的男性乳腺化。根据生态病妇产部表示，因为月经来看医生的，除了来是量济、时间上长，另外就是量少，或者是无规则。当然，排除有新的好消息以外，今日有一名28岁女性讲伊月经无正常，结果却诊断出无子宫嘛无卵巢，也就是身体是女性的特征，却是男性的基因。这个个案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它其实是一个染色体上它是一个男生，所以它其实在体内它是不会有子宫颈这些器官的，所以理论上它是不可能会有月经的。是的，这个算是在无月经症的检查里面一个比较少见的案例。当然，这款无月经的症头是较罕见，所以医生嘛提醒普遍有相关症头女性朋友一定要找出原因。他们这些病人来说，最重要的重点应该是说去找出他们造成他们无月经的原因。那背后的原因通常才是我们需要去治疗的重点。比如说，有些人是甲状腺的疾病，它会造成他无月经；那有些人他可能是脑部有长一些肿瘤，那甚至有些人他们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原因，生理上的构造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没有月经。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去找出背后的原因。医生进一步表示，无月经虽然不是急症，不过却是相当困扰毛病，嘛因为需要评估甲检查，而且治疗每一人嘛拢无共款，重点就是要赶紧就医。台南新闻阮志玲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的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有时乌阴转雨，今仔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1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23日中嘉台湾电新闻，咱再会。